兄弟姐妹，大家平安。今日是2021年7月初二。今日的经文是诗篇48篇，撒母耳下传第3章第1节到12节，哥林多后书第10章第7节到11节。今日要甲大家参加分享的主题是内心。外表甲内心是毋是相同？当然袂啦吼，望拢会啦吼。真侪人买水果有经验啦吼，有真侪时阵，咱看到迄个水水的外表，就受吸引啦吼。但是常常听人讲吼，去踏着地雷啊吼，的意思就是讲，看的是遮尔水，买回来水果是安尼遮尔歹食呢吼。迄个实际的内涵甲外表是差真侪吼。最近啊吼，台湾的屏东发生一对对南美倒转去伫台湾的马孙啊吼，用验出印度还是公孙啊，印度的德尔塔病毒吼。除了有人乱讲话吼，讲什物10几秒就会当感染安尼吼。也有人咧讲着吼，屏东的水果吼，就会有即种病毒啦吼，所以叫大家莫去买安尼啦吼。当然安尼大会影响山仔的销售啦吼。这就是咱几工一直咧讲迄种假消息、攻击人的话、乌含整场食的物件吼。但是另外一方面看台湾真古锥啦吼，因着发动行动吼，直接去定山仔来支持遮的果子农啦吼。电视媒体真侪报道这项代志，伫迄中间有看到电视，还是讲伫 Facebook 顶悬有人翕真侪山仔的相片，真正吼，互住伫美国的人吼，看了拢流喙烂啦吼，真水真大幅的水果吼。为什么伫屏东的山仔遮尔出名呢？其实简单来讲，就是讲，亲像今年初迄个往来事件共款啦吼。台湾的水果不但是好看吼，也真有内涵啦，意思是真好食啦吼。当然，台湾的水果的品质是袂比得的啦吼。不但是咱咧讲内外一致吼，也非常的可靠吼，真好食呢吼。阮伫加州时常去伫超市买的水果，拢是对南美来的热带水果。但是无论的金蕉呢、往来还是山仔，还是木瓜拢有真大的失败率啦。意思就是讲，迄外口看起来吼 OK，但是内底食起来吼是足无 OK 啦吼。继续咱前几工的分享，就是讲到制造假消息，还是讲假耳孔吼，传播的歹负面的话语，想要来达到攻击别人，还是讲因有家己的目的即种。外表因确实表现了真关心啦吼。像昨日咧讲有人讲我来求情吼，事实上就是要甲迄个假消息来传播出去啦吼。内心真正是真重要，因为信心顺服。还有咱前工看到哥林多教会因咧关注迄种互相帮赞的实际情形，甲因的内心其实有一寡出入啦吼。这也无怪保罗需要提醒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毋通干那嘴讲尔啦，就应该爱付出行动，才会当表出内心的生命。上帝差派撒母耳到伫亚西的厝里去竞选上帝要爱的人。撒母耳对迄个生了上大长、上水、上勇的大囝开始敬。上帝一个甲讲 no， 上帝毋是看外表，
上帝是看内心。差别到底伫倒位？上帝甲撒母耳讲真清楚啊！你是看外表，我是看内心的啊！吼，因为上帝最后竞选大笔啊，互撒母耳做袂定了解啊，一个囡仔屁尔吼。但是上帝爱大笔的心啦吼，是安怎？上帝爱大笔的心，咱会当对撒母耳上悬17章看到大笔伫扫罗的即个军营的中间。伊的即个大笔的哥哥吼，真正是伫迄个中间所表现的，真正是真无有即个信心嘛吼，咱讲胆小啦吼，真正无勇气吼。也看到大笔伫瓦靠上帝的信心顶悬，伊咧面对非利士人，咧面对即个歌利亚。伊的信心，伊真正是足勇敢。咱嘛伫今仔日经文看到扫罗王死了后的几年，以色列所拄着的问题，扫罗王的囝甲扫罗王的将军中间的产生问题，迄嘛是信任问题，嘛是内心的问题。扫罗王的囝伊是波设来怪罪将军。阿尼安尼甲伊讲，我检视犹大的狗呢，我恩待你老爸扫罗的家甲伊的兄弟朋友，无将你交伫大笔的手中。今日你竟然为着这个为人来责备我，我若毋是照着耶和华咒诅应允大笔的话，我来换去扫罗的位，建立大笔的位，互伊治理以色列甲犹大，对单到别是巴，阮上帝通来刑罚我。意思就是讲，即个扫罗王的将军被伊的囝来误解，伫这中间伊失望，会讲意思讲你毋捌我的心啦，吼。伊安尼来失望，然后就因为安尼来去听到上帝的声，将这个国度来帮咱大笔来建立。保罗也提醒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伊讲你是看外表，有人认为家己是属基督的，伊应该去想看卖啊。这个话今仔日嘛对咱现代基督徒来提醒吼。伊是属伫基督，阮嘛是属伫基督。主所赐阮的职务就是造就恁，毋是来摧毁恁。但是你看现代嘛是足侪人咧摧毁，遐会甲伊无共款的人啊吼。所以说出阮有过分会来骄傲家己即个职权吼。我嘛无掠做见笑啦吼，无因为安尼，阮就写批来甲恁吓。有人讲保罗写批吼，是要来严厉，过来要真强硬吼。伊本人却伫外表表现了真平凡，但是言语粗鲁，哎呀，这是真正嘛咧讲现代啊吼。就是伫遮的人应该知，阮无伫恁的中间的时阵，配所讲的是要来做一致的吼，就是讲，伊的态度是一致的啦吼。你是毋是掠做家己是属基督，还是你的态度有好无？还是你就咪讲你属伫基督，却去即个侮辱人、伤害人，亲像说落王的囝共款呢？你的内心真正爱上帝、爱人嘛？会记得上帝随时拢伫咱的四周围咧甲咱看，因为伊所伫意的是咱的内心，伊所看重的是咱的性命。虽然周围的人看袂清、看袂起咱，但是上帝却是来注目看咱、看重咱的内心。
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7月2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48篇，撒母耳记下卷第3章1到12节，哥林多后书10章第7到11节。今天的主题是内心，外表与内心是否会相同？当然是不会完全相同了哈。许多人会买水果的经验，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被那个亮丽的外表所吸引，也常常听人家说踩到地雷啦。因为呢，实际的内涵，我们说的那种所购买的东西看起来跟实际的内在差很多。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台湾屏东有一对这个从秘鲁回来的祖孙，他们被验出印度的 Delta 病毒。那当然这个当中就开始有人乱传话了，然后说什么这个遇见他10几秒就会这个染疫了哈。事实上也不是如此了哈。当然这个就又牵涉到我们前几天这个所说的那一些传假消息的目的以外，我们还有发现有人发放那种假消息，说屏东生产的芒果在运送这个就会把病毒带出去了哈。当然这个就大大的影响屏东芒果的销售。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就看到很可爱的台湾人也发起了支持屏东果农的行动，自己就跟果农订那有很多的电视媒体就报道啦，然后这个电视上跟 Facebook 上面呢就有很多这种相片那些相片让这个住在美国的人真的是看得都流口水了那真是太美味的感觉了太美味的感觉到底是看了跟内在有没有一样呢？那个就非常重要了。为什么屏东的芒果会那么出名其实简单的说，就是如同今年年初这个中国临时弃单不买台湾的凤梨，引发了台湾人的这个支持，还有日本的支持，还有其他国家支持之外呢，我们看到说其实呢台湾的水果它的品质是不在话下的，不但好看也好吃是可以说是世界一级棒的我在加州呢，我们常常购买来自美国热带水果，南美洲南美洲的热带水果。那无论是香蕉啦、凤梨芒果或是木瓜啦其实都有很大的失败率啦，因为外表看起来 OK， 可是吃起来很不 OK 啦像我们昨天吃的木瓜就觉得那干脆丢掉了继续前天的分享，那些制造假消息的人以及传播这些话语的人，他们的内心跟外表所表现的是很不一样的。这些人在人家的面前都表现得非常客气，非常礼貌，他要争取你的认同，接受他所说的话。可是他们的内心其实是恶毒的，他们传假消息有他们的目的，想要攻击人，想要害人等等的。其实内心真的是非常重要，因为内心牵涉到信心，牵涉到顺服。就像我们前几天提到的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一样，他们决志要捐助，要互相帮助，但是实际情形呢，有可能做不出来，所以难怪保罗需要写信来提醒他们来写信提醒他们，让他们记得不要嘴巴说说而已，要实际付出行动，不然就很难看了付出行动才能真正表达出那种内心的生命了然后我们又看到上帝差派撒母耳到耶西的家里去，要挑选被上帝呼召的人。那撒母耳就从人的角度来看，他从最
俊美高大的长者开始挑选，一个一个被上帝说 no。但是上帝看重的不是那个外表，而是那个内心。我们知道上帝跟撒母耳讲，你是看外表，我是看内心的。因此，后来上帝拣选了大卫，是一点都看不起眼的。撒母耳就说：哈，怎么会这样子？个子那么小，可是上帝喜爱大卫的心。上帝为什么喜爱大卫的心？他还很小啊。这样的事情，我们可以从撒母耳记第17章，在战场上面，大卫的哥哥们在扫罗的军营中那种胆小的表现，也看见大卫依靠上帝的心，那种信心，那种勇气，那种顺服。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扫罗死亡之后的几年，以色列的这个统一过程当中，我们就看到扫罗王的儿子跟扫罗王的将军之间的问题，其实也是内心的问题。扫罗王的儿子伊施波设怪罪他的将军亚尼尔，亚尼尔就不高兴，他说：我岂是犹大的狗头呢？我恩待你父亲扫罗的家和他的兄弟，他的朋友，不将你交在大卫手里。今日你竟为这妇人责备我吗？第10节说：我若不照着耶和华启示应许大卫的话，去废去扫罗的位，建立大卫的位，使他治理以色列和犹大，从但直到别是巴，愿神重重的想法于我。用现在的语言来说，亚尼尔对这个伊施波拉说：你怎么不懂我的心？让他失望了，也因为这样失望，他重新回到上帝的呼召，上帝的应许。保罗提醒了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你们是从外观看事物，如果有人认为自己是属基督的，他应该再想一想，他属于基督，我们也一样属于基督。主所赐给我们的职权是要造就你们，不是要摧毁你们。所以即使我有点过分的夸耀职权，也不以为耻。你们别以为我写这封信是吓了你们。有人说保罗写信既严厉又强硬，他本人却显得外表平凡，言语粗俗。这个就是假消息了哈。说这话的人应该知道，我们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信上所写的话跟你们到哪里，就是要做的是一致的。这是保罗的全面，外表跟内心是要一致的。那些传话的人才是不一致的，外表看起来很有礼貌，可是话语都是带刀的啦。我们是否自认为自己属基督？我们是否自以为在为基督做事情，然后就努力的去污蔑人，去伤害人，如同扫罗王的儿子，如同其他在圣经里面记载的人一样呢？你的内心是不是真的爱上帝？是不是真的爱人？要记得，上帝随时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看着我们，因为他在乎的是我们的内心，他所看重的是我们的生命。虽然我们周遭很多人都看不清楚，但是没有关系，上帝是审视我们、看重我们内心的上帝。